讲到这个中共是上空上芳，即马这中共的国安部今仔搁再讲，有掌握到台湾资通电军使用的网络攻击平台，锁定4名的台湾资通电军黑应征员，搁再公布因的相片这资料，其中有一位呢申请军服引起议论。这资通电军也回应讲，中共找网络公开相片伫遐乱斗的，那专家是认为讲，因是故意公开资讯，为着要反制赖总统进前公布的国安17条。另外，为着要应用这解放军甲这训练转做战争的风险，今仔开始进行5天的小汉光，也就是讲，就是这时的备战操演。CM 伫装甲车一到金门大桥下边，官兵就真紧占领有利的所在，模仿强军由训练转做修建。金防部随出动兵力，严正防护作战能力。被称作小汉光的国军立即作战操演，17开始连续进行5天。三军部队实兵实施关键基础设施防护这操演科目，被看作是今年汉光41号演习的暖身。就伫国军操演时阵，强军的机弹也进行联合战备警巡。咱国防部17早起6点40分开始，陆续查到强军检查空军500只各型的主要甲辅助战机，以及无人机26架次出海活动。其中20架次超越大海中线，建立了北中西南甲东部空域。不过强军唔能安尼尔。针对台湾资通电军网络攻击渗透活动，国家安全机关严密监测。伫去年9月讲，对咱国防部资通电军3名现役人员入狱侦查了后，中国国安部即摆直接公布4个人的相片，其中一人相片也穿咱国军的军服，讲是台湾的资通电军现役人员，包含身份证这个人资料拢被公布，也呛声讲查到资通电军伫用的几10个办公平台。中共截取网络公开图片、指鹿为马、无端拼凑指控，已经是国际社会公认最大的麻烦制造者。资通电军回击中共乱斗指控，只是凸显想要利用威逼压迫台湾民众的压霸心态。专家分析，赖总统13度发布国安17条，强军就公布疑似咱资通电军现役人员的资讯，想要来反制意味是真高。多少这样直接做一些回应，但这个回应强度我觉得还不至于是那么强，但是相对的，他是在说明他已经有能力针对我们相关人员的这种个资去做了解。专家认为，无论这4个人的个人资料是不是正确，各军拢应该提高警觉，重视强军可能搜查、渗透咱情报人员资讯的风险，加强相关人员安全的考虑，亲像利用其他的身份来暗号，也相信国军的情报战实力，也阁袂使忽视强军假假实实的舆论建设，才好度安稳民心。记者综合报道。